热锅里翻滚的是让客人得排队等上2个小时的补肉，宜兰著名的特色小吃。响亮的名号背后，其实有段不为人知的烽火记忆。我阿祖的他的儿子就是战争，就是被日本人征召，然后就是打仗死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日本料理的师傅，觉得我阿祖好像很可怜，所以就教他做这个料理。这看似甜不辣的美食，原来传自日本天妇罗，一度改名油爆肉，取台语的谐音才成了补肉。后来传到我阿公的时候，他都要记账单嘛，他那个爆肉就笔画比较多，又不好写，然后他就爆肉台语是念爆吧，然后他就简写成那个卜卦那个。名字改了，但口味70年来可没变过。用蛋、糖、盐、面粉和太白粉和成的面衣包裹着里脊肉油炸，要让外皮酥又不能让肉柴，火候是关键。第4代传人黄诗明当初要扛着老店招牌，可没想象的容易。那失败了怎么办？你一开始倒掉啊，倒掉啊，再弄过。那没有熟怎么拿去给客人吃？有的没有熟，还有的是那个，怎样焦掉啊。烧焦了，还有的是没有熟，还有的是那个太油了，不能吃。2次油炸法逼出油脂去油腻，底层铺满了炸蔬菜，金黄色的美味料理终于上桌。来这里客人通常等很久，所以通常上桌的时候应该都说我肚子好饿，挨肚懂皮。给就是加地位，那就多吃一点，对不对？挨肚懂皮，我肚子好饿。给就是加地位，那就多吃一点。黄世明坚持曾祖父的料理方式。也还要把4代的技艺一棒棒传下去。挨肚懂皮，给手加地位；挨肚懂皮，给手是加地位。